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现日节目头起先来关心以下战争，以色列将是用拍武装分子做理由，帮加沙中部甲约旦河西岸。加沙的一间联合国提供避难的学校死伤真严重，上无有40个人死亡。 以色列军方针对加沙走廊中部约瑟拉特地区的一间学校发动空袭了后，伤亡的患者一个一个一直横卷出来，送去附近的阿克萨列斯病院。患者坐到干那会当倒伫走廊等医生来。一个规面全伤的查甫囡仔，骹腿天10针，而且因老爸才打过往。 اللي بلاقي البلوك جاء على راسه وبعدين يجي بلوك تاني جاء على رجلي وبعدين يتغير أبوي جاء كل البلوكات جاء على راسه. We are seeing a humanitarian catastrophe on a scale that it's very hard to believe unless you see it, with many children, but also people of all ages injured, killed, disabled for life. 受到攻击的学校是联合国当兵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署协助设立的，内底庇护6000个有路无厝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军方发声明，讲内底有哈马斯的据点，而且讲这个行动消灭30个目标内底的9个人。然后联合国批评讲这是一个悲剧性而且真恐怖的攻击。若是加沙走廊，以色列军方对约旦河西岸地区镇压的行动是愈来愈加悬。以色列军方撤落第1个零的行动，出动直升机甲武装分子车拼，造成3个人死亡，10多个人受伤。联合国指出，去年10月7日以哈冲突以来，已经有超过500个巴勒斯坦人伫西岸去互以色列军方或者是屯垦区的犹太人杀害。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大前夜表示，虽然多方作战面临复杂的国际压力，不过伊决心要改变国家的安全现实。公司新闻是会长朋友。罗西亚西伯利亚南部昨是发生真严重的车祸，有一台轻铁电车落山的时阵，怀疑是速度失去控制，有真侪乘客互救出去。而且这台列车阁弄到另外一台停伫咧车头的车，上无是有1个人死亡，900个人受伤。 敢是去倒边的轻便电车车速真紧，转弯的时阵车门已经合袂起来啊！所以就看到至少有2个乘客摔出车外。这惊人的景象发生伫俄罗斯西伯利亚西南部城市克迈洛夫，当地一台轻便电车车辆载时伫铁轨路顶面失速，造成乘客互摔出去，也弄到另外一台正伫车站伫停靠要载客电车，造成中弹死伤的情形。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аварии пострадали водитель и пассажиры трамваев, один из которых скончался. Остальным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необходимая медицинская помощь. Точное число пострадавших и степень тяжести причиненного вреда их здоровью устанавливаются. 官员后来指出，受伤人数有108人。俄国官方媒体塔斯消息报道，伤者包含7个未成年的人。电车为安怎失去控制，由于也搁爱调查。不过调查人员认为讲，另外的疏失甲技术的故障拢是可能原因。当地政府是讲，科迈洛夫轻便电车的设施真老旧，部分的车辆甚至已经开40年啊，真需要太旧换新。也伫南马印度也传出意外，一个22人的登山队测试伫喜马拉雅山脉进行途中，拄到暴风雪，被迫转来营地，只好就地来避难。也过于风势伤大，部分的山友未堪的暗时真寒，不幸来罹难。Yesterday, 5 bodies were recovered. By then, the weather again turned downwards, and the body rescue was deferred till today. Today morning, 4 more bodies have been rescued. 死亡的9个人拢是印度籍，另外有8个人互救起来。领队的登山协会强调，伤亡的人拢是经验真丰富的山友。印度政府是讲，山友死因甲真歹天气有关系。即阵幸存者甲死者遗体拢已经运送到安全的所在。公司新闻是万玲朋友。日本少年世代对感情的看法愈来愈开放，真侪人只是想要找一个伴，无要谈恋爱嘛，无要结婚。即阵日本就出现说男朋友这款业务，有的女性就会租一个伴去设假去游览。这款方式也无算介奇怪，有的女性是因为束缚着更大钱，伫咧这查甫公关的身躯顶。一寡公关是上高掠人心，上高讲好听话，真侪女性无抵觉着就了落。上严重的就是这款店开销真伤重，有可能一罐酒就要开900万。
有受访的消费者就讲，伊2点钟就开5万外，甚至有人讲伊4年开280万伫咧遮。这讲大钱若是拿袂出来，各种堵煞，有真侪消费者是写甲兴袂起，只好靠性交易来行销。为了减少这款情形，今年4月初一开始，已经禁止20岁以下人去消费，嘛袂当互人客用写的。这对男女手牵手伫咧洗水族馆，不过其实因并不是真正的情人。30岁单身的李慧，付钱和23岁佐藤，两个人做伙到水族馆约会，2点钟的费用换算大票3500。李慧甲佐藤维持这种订侣关系已经半年啊，时间到，李慧提钱出来介绍，两个人讲再见无够交惨。佐藤是继续去后一个出租约会。I know you can't buy love, but that's fine with me as long as I have a good time. 伫咧西方社会，无包括性服务的柏拉图式的爱情交易正罕见，不过伫日本是正流行的另类伴侣交往方式。女性若想要有更加进一步的关系，就去男公关店。这个区域天暗了，霓虹灯闪闪烁烁 ，LED 有男公关的相片甲号码在人气点。男公关正敖讲话，态度优雅，讲话笑开，嘴阁正甜，互查某人客一直开钱消费。Look, she's so cute. 像这位护理人员，若一下班就固定去公关店，甲男公关谈有限期的爱情，2点钟的酒钱要加大票53000，差不多伊一个月薪水的1/3。But here, the hosts aren't scared to say what they really think. But they also know what women want to hear. Their flattery is very welcome. 根据法新社引用的资料，伫日本有要加7成的少年单身女性无固定的伴侣，其中有一半讲甲异性有过性关系。日本社会即马有有男子外女子内的典型生活方式，有一寡无想要过主流生活的女性，一定来去夜店。因无法度抵抗男公关的甜蜜攻势，就算是手头闲开钱的时阵也正拍手。26岁光就定来去公关店，伫过去4年，伊开伫咧男公关店的钱就要加280万台票。以上定定点的男公关是剑师，两人伫咧有限的时间内面谈短暂的恋爱，这已经是光伫咧伊生活中正惯势的人际活动。I'm scared that one day he'll quit his job. I'd be really sad if I wasn't able to see him. Yes, even though this is my job, we've become close. There's no way I could abandon her just like that. 剑师讲的话是要互人客欢喜，也是真心的无法度确定。因为等光介绍离开了，剑师会阁继续服务后一位人客。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除了开钱找真人陪伴，这阵科技真发达，嘛有真侪人定做家己心目中的伴侣。亲像这位金塔帽的真水的姑娘，其实毋是真人，是 AI 做出来的。这是一间英国科技公司推出的产品，使用者会当照家己的理想来打造。莫想讲安尼做好，亲像是真奇怪，其实用的人真侪。这公司靠这个软体，一个月就当赚3万块的美金，好代票就是90万左右。也若是咱来看边仔这对情伴，其实其中一个嘛毋是真人，这个查甫的其实嘛是 AI 做的。这位纽约的单亲妈妈去年宣布跟 AI 结婚，伫咧面册顶头嘛定定看双方甜蜜的相片。除了 AI， 嘛有真侪人是沉迷伫咧网络世界当中，有的人是拍电动，甲这电动的角色谈恋爱。也若是边仔这位男性，甚至是甲网络角色结婚，这5年前办婚礼时阵是啥全世界关注。愈来愈多日本少年世代看待伴侣的关系是正开放，除了公关店加租用重点的查甫朋友，女性也用手机顶头的恋爱游戏，是会当安慰家己的人际关系。根据统计，日本的恋爱手游，女性的用户有要加几落百万人。无论是欧洲风格强定式、现代的技术，或者是现代加名气相对正港的时髦的男性。人客家己境创造家己的恋情，而且唔免专情，会当随时换人。唐泽生恋爱手游12年，交超过400稀年查甫朋友。虽然伫咧现实的生活有一个真人的查甫朋友，不过唐泽逐工开伫咧稀年查甫朋友的时间有要加3点钟，
要困啊，也是甲去年查甫朋友谈心事。My boyfriend is like family, but my virtual friends are my real romantic partners. 唐泽到即马开伫咧乱来手游的钱超过大票35万，不过也是比袂着微软去年女主角初音未来正堂事件。正堂2018年甲初音行入礼堂，甲李次环联袂共同做家庭的新闻，迄当阵正轰动。正堂定定伫社群平台分享甲初音的家庭生活，到即马抑个8万外人伫咧追踪。看正堂的页面，结婚5年来有真侪甲初音的大文，不过最近有加一寡政治甲社会现象的观察内容。正堂讲伊是转型乱者，也就是甲李次环虚拟人物恋爱族群。资料显示，日本转型恋族群的人口比例占15%。少子化、人口老化、少年世代无爱结婚、无爱生囝，一个敢若只爱人类伴侣关系现象，互人真担心。根据估计，日本到这个世纪结束，人口会减一半。总嘛有一种专门帮助爸母提出来无结婚的囡仔找对象的联谊会，亲子2代同时来参加的快闪约会，召开3500块的报名费，因就会安排双方的爸母甲囡仔做伙来参加。互因双方熟悉，增加因做家庭的机会。Online social networking means it's easy to feel loved just through receiving likes, but it does mean that young people are losing the ability to have proper conversations. 当地行政机关也积极伫咧斗相共，希望互更加侪人熟悉结婚生囝，减缓人口的危机。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辉达市值超过3兆，超过 Apple 成做全世界第2大间的公司。这估计伊伫咧抢权，就请真侪消费者烧钱要投资。不过，即阵是风声讲，美国司法部甲联邦贸易委员会是要调查微软、OpenAI 佮辉达，看即寡厂商敢有独占市场的状况。晶片大厂辉达目前伫 AI 战场有主导地位，因为科技公司伫即届 AI 大流行，烧钱抢买辉达的晶片。不过，根据《纽约时报》引述知影消息的人士伊讲法报道，美国司法部甲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已经有达成协议，要对微软、OpenAI 甲辉达展开反独占的调查。The fact that AI demand for these services has completely gone supernova in the past several months to a year. There's just not an alternative really for NVIDIA's design chips. 司法部要调查辉达敢有违反反独占法 ，FTC 是要审查微软甲 OpenAI， 这原来是联邦监管机构对 AI 监管审查有升级的强烈迹象。另外，最近辉达的股价已经起到历史的新悬。有分析师是讲，这互辉达的股票煞变做新黄金甲石油，也吸引真侪消费者来投资。AI is really a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at's playing out. These chips are the new gold, the new oil, in terms of what NVIDIA is producing. And it's enabling enterprises and consumers to access applications and data they've never been able to access. And that's why it's really creating what's an AI revolution across tech. 2024年到即嘛，辉达的股票大起147%，对微软、Meta 甲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烧钱建立 AI 运算能力，高想要主导新技术，对辉达生产的顶级处理器的需求，敢若会增加袂减少。公司新闻田伟仁编译。欧洲议会当咧选举，计共27国要选出720个议员。这选举结果唔但影响到全球的气候政策，对美中的政治关系，也佮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等等，是一场真重要的民主选举。根据伫咧荷兰做出口民调，这左派联盟是会当摕到8席排第1，不过反移民的极右派嘛摕到7席排第2，政治局势恐惊有真大变化。总人口数也无到1万人的巴列，结合上界机关边界线，分割做荷兰甲比利时2区。荷兰这一区的居民，初六进行欧洲议会选举投票；住伫比利时行政区这边的居民，要等到3天后才会当投票。荷兰伫总席处720席的欧洲议会有31席。投票结果了后的出口民调显示，了一届大选1席都无。靠英国脱欧席处重新分配，这边共有1席的极右派政党自由党，这届摕到7席。甲票数相关的劳工，甲绿党左派联盟敢若差1席。这是自由党去年伫国会大选了后，阁一个真大胜利。
Well, I believe in many European countries, you see that parties like mine are really increasing their popularity and winning seats, whether it's in Belgium or in France or in Austria or in Italy or in many countries. Our force is getting stronger, and I hope really that we could combine forces. 这场全球规模第2大民主竞赛，为初6至初9，在欧洲27个国家举行。官方计票的结果会统一在初9暗时9点投票结束了后公布。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波音公司的太空船乘坐飞机成功甲国际太空站对接，2个太空人平安到地。另外，马斯克的 SpaceX 大型火箭星链，暂时执行第4届的试射，成功了后，总算是成功飞行降落伫咧印度洋。美国航太龙头波音公司制造的太空船试载飞行机，伫经过几年的研制和发射进程，因为机械电脑系统故障2摆发停，总算伫美东时间初5早起10点52分顺利升空，甲试载飞行机送去了太空轨道。这嘛是波音公司第1摆的载人飞行测试。2个 NASA 驻潜太空人61岁威勒摩尔和58岁威廉斯，和其他7个太空人热情在小览。试载飞行机成功了后，在经过27点钟的飞行途中，失去规个导引控制喷射推进器，有一部分是氦气漏摄造成的，落尾成功伫南印度洋的空中，和国际太空站完全对接。这摆发射和对接的任务，和波音的试载飞行机成功得到认证，会延续人类对太空的探索旅程。这摆工作人员搁炸重要的工具，会伫太空站顶悬来处理热，而且把热转化做会当啉的水。We're just happy as can be to be up in space. I think we'll have to take a little bit more time to figure out what's going on with the thrusters. Again, the rest of the rendezvous went really well. 另外一方面，马斯克做执行长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的工作人员大声欢呼。SpaceX 的超大型原型火箭星链，初6是第4摆试射，成功登入去到大气站，而且照原定的计划落入去印度洋。因为既然前3摆的试射拢小气，这摆试射成功，意义是真重大。但过程中同款有碎片落落去，马斯克伫社群平台承认讲，这摆试射有10片是差一点仔小窜去，但拢是小可代志。这已经是星链计划到目前为止上成功的一摆。星链火箭设计的目的是变做比目前因公司设计的猎鹰9号载运火箭更较强大、更较有成本效益的火箭系统。未来嘛用伫运送 NASA 的太空人去月球。NASA 的署长尼尔森嘛表示恭喜，伊讲这代表人类离登去月球更进一步啊。除了这以外，对马斯克讲有一天要实现火箭的愿景来讲，嘛是真重要。公司新闻新乐报编译。泰国华府里城四界拢是高山啊，虽然这是一个观光特色，不过嘛，互当地人真头壳疼。而且因四界手车，这游客嘛拢真惊吓。所以讲当地官员就按算用假石甲高山啊升入笼仔来关起来。不过咱拢知影讲，这狗是真巧的动物。专家就讲，若是狗看到同伴去放掠，应该就袂阁去放骗，效果真有限。特别做的大笼仔内底放阿摩丹城高山啊上门，位伫泰国首都曼谷东北方150公里的华府里城，4月会当看到高山啊。原本真侪观光客会因为高山啊来遮旅游，也毋过即马遮个高山啊的数量侪甲会变破坏、抢人的事物，也影响当地人做生意，互店家收入减少，甚至造成民家厝受损。有店家就伫大门口加装铁门，防止高山啊走入去。为着解决这个问题，当地官员想出反制方法，掠狗大战，想要将因关伫笼仔内。มันก็จะมีตรงที่ว่าถ้าเวลามันเยอะมากเกินไปอะค่ะเขาก็จะมาอยู่แถวหน้าร้านลูกค้าบางกลุ่มบางคนเขาก็จะกลัวไม่กล้ามาซื้อของกันแต่ก็จะได้เป็นลูกค้ารายเก่าๆคนที่เขาไม่ค่อยกลัวมากค่ะก็จะมาซื้อ这个人已经放伫街路几啊天，互高山啊先惯死伊的存在，慢慢啊失去警戒心。有几只高山啊都安尼互掠着啊，也毋过看到同伴一个一个互掠走，高山啊也无愿意因为事物来行入笼仔内啊。คือในความฉลาดเรียนรู้ของลิงก็คือว่าถ้าเกิดว่าลิงตัวอื่นเข้ามาในกรงแล้วถูกจับไปได้ลิงตัวที่ยังไม่ได้เข้ากรงก็จะยืนมองอยู่เขาก็จะรู้ว่าถ้าเกิดเขาเข้ามาเขาก็จะถูกจับออกไปเขาก็จะไม่ลงมาในกรงไม่ลงมาหยิบอาหาร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ห็นตัวอย่างว่าเพื่อนถูกจับไปก่อนแล้ว当
当地官员将抓到的高山那些麻醉挂上冰河，佮将因清理一下。第一阶段的掠高行动有5天。花府里市长讲，等到计划结束了后，要将规个城镇重新油漆摒扫清气，就此恢复观光客甲当地民众信心。只是伫花府里4月出入的高山啊，听讲大约有2500只，那这几天这几条街路所掠的高山啊，大约只有30多只，只占所有数量的一小部分。公司新闻新闻报编译。为着减少畜牧业的污染，真侪人拢在研究要安怎用食物打造出肉类的口感。第二间科技公司就利用 AI 对30万种食材当中找出配方，做出亲像海龟肉口感的汤。嘛是利用这款技术，会当到保护你要炖蒸的海龟。绿丝龟这种海龟是正珍贵的海洋濒危物种，即马已经不准掠，因为一直到半世纪之前，伊也是常常互人摕来煮食。海龟汤就是正有名的菜，伫西方国家正受欢迎。南部国加上海洋污染、海水温度上升的原因，伫过去100年，绿丝龟的数量已经减67%。因过伫秘鲁、厄瓜多、墨西哥加一寡较散赤的海岛国家，也是有食海龟的文化。ese alimento de la tortuga. Era un sustento para nuestro hogar, para nuestra familia. 这里有一间科技食物公司，用人工智慧做出用食物做基底，唔免用海龟肉同款正好食的海龟汤。因为少数医院会当掠绿丝龟开曼群岛，研究食材加口味，结果伫旧金山用人工智慧强大计算功能，分析30万种食物性食材，试过上千条种可能的组合。并找到5种食物蛋白质的来源，创造出8种食谱，做出会当甲海龟肉同款的口感加风味。Idéntica a la tortuga, es tortuga. Pensando en el futuro y en la parte de Notco, no necesariamente es llegar a trabajar con toda la especie en peligro de extinción, pero sí es poder llegar a generar un impacto. 这间科技食物公司主要生产用食物做基底的汉堡、牛奶，还有冰淇淋等产品。每年传统用动物原料做的口感加口味，规模不止啊大。这边用 AI 协助开发的海龟汤，主要是希望用这项科技更加精准、快速的研发出代替方案，也让大家注重海洋保育意识。这么暂时是无海龟汤的产品，也过会开系列课程教大家安怎做。Puede ser una parte muy beneficiosa, yo creo que sacarle un poco de esta distopia que hay con AI. Podemos ver un lado positivo, que en este caso pudimos trabajar con una sopa de tortuga, pudimos transmitirlo también a culturas que están pasando en la 绿丝龟是排伫咧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濒危物种红色的名单内面。业者讲有人工智慧、速度、效率加准确性的斗相共，2礼拜内就做出无肉的海龟汤。以后一个人做出其他濒危物种的代替品，总之应用的范围正宽。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